每月生肖運程，農曆7月，西曆2026年8月7日至9月7日。本月為辛苦個人力量得財月，經過去2個月放慢步伐後，相信身心都回復良好狀態。本月是肖馬的驛馬月，外遊也好，到外地公幹也好，都不難得到良好結果。尤其是多勞多得的自僱一族，本月不難隨着工作量上升而使收入增加。其次是從商的你，收入穩定的上班一族，雖然不會因工作量回升而使收入增加，但在這個犯太歲年，工作忙碌也是好事，讓你不用閒下來而胡思亂想。本月並無刑沖，亦非桃花相合月，感情運是平常的。本月為貴人舒服懶月，又是肖陽的桃花月，貴人人緣運都是良好的。單身的你，若想盡快脫離單身，本月可以積極主動一點，多約朋友外出，為自己製造多些機會。本月工作不太忙碌，讓你有較多時間去處理私人事務，計劃旅遊也好，進修學習也好，相約愛侶共聚也好，就好好享受空閒的時間好了。又本月是肖陽的桃花月，對感情能起到正面作用。本月為權力地位提升月，又到上班一族努力爭取的時候了。雖然本年肖猴的你並非升遷生肖，但在這個地位提升月，如果知道公司準備作內部提升的話，不妨努力爭取一下，得固然好，即使未能成功爭取，也算是盡了力。從商自僱者亦可在此月多外出應酬，多接觸及認識紅內紅外人，長遠而言必能對事業起到正面幫助。桃花月已經過去，剛展開的感情來到此月恐防不太穩定，已有固有感情的你，來到本月亦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。本月為權力地位提升月，雖然肖雞之中以1993年出生人士較易獲得升遷，但其他肖雞者若知道公司準備作內部提升，都可以盡努力去爭取。反正今年你是桃花生肖，即使爭取不到，也沒有任何損失，亦不會因此而惹來滿盤是非。從商自僱者亦可在此月多參加紅內及慈善活動，藉以提升自己的名聲。雖然可能為此而多了支出，但長遠而言必能對事業運產生正面作用。本月並無刑沖，亦非桃花相合月，感情運屬一般。本月為貴人舒服懶月，經過上季之努力後，本月可以放慢步伐，檢視一下目前形勢。秋冬天出生的你，順運最快要到2028年秋才會終止。如果想在本年內作出新改變，而在這時靜心細想，問清楚自己到底是否想作出改變，又或者覺得留在目前崗位已經不錯，然後盡快做一個決定。春夏天出生的平命熱命人，來到此年相信已經接受了這段時間慢下來的步伐，在這個貴人舒服懶月，就好好享受這片刻閒暇好了。本月是你的驛馬月，如果各方面許可，就與愛侶放一個短暫假期好了。本月為肖豬的財運月，這對從商的你影響最為直接，相信不難因財運月而令收入有所上升。而在本年起步發展的寒命人，本月可能開始見到初步收成。其次是自僱一族，雖然本月並非多勞多得月，但相信也能因財運月而獲得一些好處。為收入穩定的上班一族，不會因一個財運月而令收入有所上升，唯有多買些彩票，看看能否為你帶來意外收穫。本月為肖豬的雙穿月，故本月還是小心處理感情為佳，以免因一個小小的雙穿月導致雙方出現嫌隙。